心碎的伊，随着音乐跳着孤独舞伴相思，写一张明信片，不知要寄到位。后山下的雨半天风吹微微，念一杯咖啡，苦涩无味。啊咧乱中的感情长到灭天，风若吹为什么转，咱着变天？啊将相爱的过去当予一边，插点的回零机要来离开，咱到一个清风甲到情的城市。找无习惯要乱，予我心碎的伊，随着音乐跳着孤独舞伴相思，写一张明信片，不知要寄到位。后山下的雨半天风吹微微，念一杯咖啡，苦涩无味。咱到一个清风甲到情的城市，找无习惯要乱，予我心碎的伊，随着音乐跳着孤独舞伴相思，写一张明信片，不知要寄到位。后山下的雨半天风吹微微，念一杯咖啡，苦涩无味。2003年，一名记者采访莫言时谈到了农村题材的作品。记者说：“It's everything you wished for. Your site traffic is skyrocketing. Until this happened." 站在街头望着远方灯火明灭。岁月年白的头毛，青春像一阵风，目睭微微等一个步，乌云天中
想起念迄年冬天，我的人生才有你。如今你困袂醒，行袂去，予我假设我真惊失去你，我无法独自一人面对你的来去，你的目睭笑眯眯，因为我伫你的身边。岁月年白。好，芭比甲即个鱼哈，我毋知影你的名，是安尼甲你叫哈。欢迎你，搞早。好，咱开始来读啦吼。好。这是教会公布第4期的第3页吼，伊对第1期开始耶稣引起，到即嘛是第19页。郑小平即只顶回读到这是耶稣死的缘故吼，伊等于是对科学的角度来看耶稣是安怎死吼。顶回已经读2段吼，即嘛对第3，耶稣的死毋是因为安尼哦，第3段应该嘛读过啦，不要紧，咱对第3段开始读起吼。耶稣的死毋是因为安尼，一项是因为伊6点钟久若定就死，气力也袂尽，就是气力也袂尽吼。搁一项是因为伊，迄碟要死，毋是亲像人无气脉的款式吼。即只无气脉是讲无精神啦吼。气脉另外一个意思是，就是 pulse 就是脉搏吼，华语叫脉搏。气脉，新约有讲，伊用大声明明讲几句话，气才长。可见耶稣的死是因为别物的缘故。好，来，什么缘故？咱来看落吼。后一段。当论到人的死，只有3项的缘故。有时是因为头壳换脆吼，啊是因为肺，啊是因为心吼。即3项，若一项失力无去，人就死吼。即段安尼看有无？失力无去，失力应该是失去气力啦吼，看有法度早着。歹势阿宽，你迄直播敢有连着迄画面？哦，对，我你讲 YouTube 遐？对。来，我看觅。嘿，感谢一下，因为我即阵找无。我看吼，嘿，看有你直播呢。有啊。我看 link 是伫倒位，要安怎看 link？若是有用迄分享出来，就会使。分享，对，分享啊，着你是分享着会使布置。稍等下吼，我。好。看一下 link 是伫倒？大家来。我毋知 link 要对倒早呢。你有看到分享迄个？你讲 YouTube 顶头？对。哦，有看到，就是即个。就看到这会使布置。哦，等下我。就会使搭伫咧遮。
我先甲 copy 起来，然后我就爱想办法送对 Clubhouse。我先叫我家己好。你的画面，你试分享迄个 icon 了后，对，又互你警示，嘛又出现一堆 icon 对吧？上下骹遐应该有一串迄个连接，是会使 Clubhouse。迄个比，是吗？我有一个，我无看到 Clubhouse 啊，我敢若看到当 copy link 尔，嘿。对 copy link 就好，才对吼，你用电脑吼。对对，稍等下，我电脑操作。我叫我家己嘿，稍等下。好。好，即摆用手机收起来。好，然后过来是 Clubhouse 大胆的这车吼 ，paste send。好，好。安尼你查看你看会到的吼。我即嘛袂记个，但是我是真正是袂记个切换迄个。我拄则一直咧放屁头尔，袂记切换去迄个。我咧看即内容。对啊，我就想讲，可能无那个没有接到画面，安尼有。有啊吼，看到个。嘿，对。但是我即马看人，敢若佫是片头不管吼，你即马若有看到我咧 share 即个在你大词典的画面吼，16.8声，16就是失去气力啦吼。好，好，即段第三段讲人死主要是3个缘故嘛吼，就是你头壳换喙，或者是你的肺还是心，吼。这3项其中一项失力无，就是失去气力啦吼，人就会死嘛吼。好，咱继续看一段吼。检测人因为头壳换喙吼，参肺的毛病才死。即个毛病就是毛病啦吼，等下再查者吼。伊的情形定着通知吼，就是若是因为头壳换喙还是肺的缘故去死去吼，是一看就知啦吼。伊的情形定着通知吼，因为即个参头壳换喙参肺的毛病吼，查一下即个毛病。MAU 第5声 PENG 第7声。哦，像咱捌听人安尼讲啊，毛病。我看若直接用汉字查即个词，敢查着别个腔口的讲法吼。佫无收别个腔口吼，毛病。伊个人真厚，总是有一个毛病吼，就一个缺点吼。好，读过就好了吼。咱继续读落。好。伊个情形定着通知，若是耶稣死的情形吼，即个伊个音了无好势。若是耶稣死的情形，拢无亲像迄号，吼，也毋是亲像人
时常因为心的毛病来死，总是人有时啊也是因为心的病死去。另外，有较各样的情形，耶稣死就是亲像迄号。这段是咧讲啊，我搁读一遍吼。检测人因为头壳换册参戏的毛病才死，伊的情形定着通知。若是耶稣死的情形，拢无亲像迄号，就是毋是头壳换册嘛，毋是戏啦吼，无亲像迄号，也毋是亲像人时常因为心的毛病来死吼，看起来嘛毋是因为心吼，总是人。有时啊，也是因为心的病死去。另外，有较各样的情形。即个另外有较各样的情形是咧讲啥？是因为心死去，有较各样的情形，是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我无解清楚。迄个只有一个词叫做各样吼，各样就是无相像、无相送吼，无相共吼。叫做各样，就是 different discrepant KOHIUNN， 咱来查一下这个各样KOHIUNN 第一声，第七声拍者。IUNN 的七声吼，各样吼汉字，大理大词典用的汉字，大理大词典用的汉字就是，无一定含你即马惯势用的吼，会相像吼，有诚侪是无共吼。好，参考就好啦吼。鬼水讲就是无共款，或者是有变化吼，就是我哋要讲 different， 或者是 discrepant 吼，这两种意思啦吼，无各样就是无，就是 the same 吼，无各样就是 the same 就相像嘛吼。各样的方式就是无共的方式，各样的穿插吼，就是无共的穿插。穿插就讲咱人的身躯穿的，打扮穿插就是你身躯穿的衫裤啦吼。好。所以呢，这只讲各样是啥物意思，我就无解清楚。伊讲，总是人有时啊，也是因为心的病死去。另外有较各样的情形吼。是讲意思是讲含戏含头壳换册死无共情形吼。耶稣死就是亲像迄号吼。倒是好呢，我真正看无伊咧讲啦。好，咱继续看后一段吼。当请将心的款式来剔明吼。当就是即嘛，请即嘛请，即个请毋是 please 吼，即个请是而且迄个且吼，而且迄个请，但是迄个请是当请，即个请是。咱来讲现在字典吼，我袂记即个请要来解释吼，就是好，咱来查一下即个请 ，CHIANN 第三声第二声，两个 H 歹势。请有两个字嘛吼，共即个英文两个，一个是拄则讲 please 迄个请，即只一看知毋是请吼，即只是另外一个请，就是而且迄个请吼。过说是暂时，暂时，比如讲后壁有例句讲请寄你，请寄你，毋是 please 吼，是暂时寄伫你遮啦吼，暂时拜托你吼，请寄你。请等的毋是 please wait 是这只是讲
这只就是稍等一下吼。好，转来到遮，所以这只担请将心的款式来拆明吼，所以这只就是讲暂时嘛吼，暂时。我感觉暂时嘛，毋是介正确的解说，但是你感觉有啥物搁较适应伫遮的解说呢？担请将心的款式来拆明，讲暂时怪怪吼，应该是。担请将，那刚才讲即嘛，请容我做什么事安尼有无？吼，华语是安尼讲，这是担请将心的款式来拆明。我看有别本字典的解说，有时我会查即个甘字典吼，甘字典我一直无介绍吼，甘字典是甘为林牧师编的字典吼。敢若是叫做啥物下门因为是下门，啥物下门音字典吼，我全名我袂记啊，拢叫甘字典咯，叫关系。甘字典就是查古一字用的吼。而且即个甘字典收的字足多吼，所有你用会着无用袂着的字，拢伫内底拢有吼。我后来才知人，基本上伊空虚字典为基础去编出来吼，所以内底用字足多吼。台语变怎发音伊拢有写吼。像即个请字，拄则台语你大词典敢若收2个字尔，即只着收4个字，当然另外迄字毋捌咧用啦吼。好，请。器具有较堆伫制限的物，器具有较堆伫制限的物，即种古早物件啦吼，就是用来制限的迄个器具啦吼。所以你看即个字，即个象形字嘛吼，就迄个外形，就是看落，若敢若一个物件用来你拜用的吼。毋是过来后壁另外2个解说，就是一个是毋是吼，毋是请，毋是另外就是腰鼓。OK， 腰鼓就是伫遮用到较适当吼。担请，嘿，你讲。腰鼓嘿，腰鼓还有，而且还有。嘿，对，担请将心的款式来拆明吼，担腰鼓要来将心的款式来拆明吼。人的心有一定膜吼包伫。亲像落地啊，地吼，即句话我搁念一遍吼。人的心有一定膜包伫，亲像落地啊，地。华语的意思，人的心有一层膜包着，像用袋子装着一样吼。人的心有一定膜包伫，亲像落地啊，地吼。所以，一定膜，即个膜 MOH， 第8声，应该是 MOOH 第8声。一般是无 MOOH 啦，吼，你若入声拢后壁拢无一点。入声字就是后壁是 PHTK 有无 ？PTKH 即种
字叫做入声字，就是第四声、第八声拢入声字。入声字意思是啥？入声字就是日语内底叫促音吼，或者是讲迄个字较倒较倒的音啦，对啦吼。比如讲月色吼，月娘色，甲即个落色迄个色，即拢是促音，或者是讲入声音。啊，看悬低吼，低音就是第四声，悬音就第八声。啊，伊即嘛是悬音嘛，伊飘一个悬音的符号声调符号伫遮。哦，所以是 MOH， 一般是无即个点啦吼，就是 PTKH 头前即个 O， 不管你是就是头前即个 O 绝对是无一点啦吼。所以但是若是迄个魔嘛，华语迄个魔，我若查是 MOOH。MOOH。等下吼，我遮有无？你遮即根找无？我是用，你看，我若是用拍字的找是安尼。小等下我用找台语找一下。好。无，我应该是用汉字找看觅啊。其实我用白话字拍看觅啊。为什么我拍白话字 ？MOH， 拍袂出来。MOH， 我的台语输入法怪怪。MOH， 我输入，我只好用波波摸。魔，MOH 第四声啊 ，MOH 第八声来，为什么我走？OK， MOH。MO， 这足讨厌的，那么切输入法，等下切来切去吼。无，第八声咧，嘛无，两个 O， 什么代志？我明天可以开你的车选好吗？爸爸要拿塞什么车？我嘛要上班呢。红色的你不行吗？啊？红色的你不行吗？会使会使。你要塞妈咪车？好，你塞。对啊，就对。那个。OK。阮查某囝入来甲我问代志。OK。若是为迄教育部，迄是 MOOH。若是讲我手机啊，迄拍字迄输入法，拍出来是 MOOH。对，我用找台语嘛是 MOOH。因为敢若有一，我就是讲有迄一点的，就是两个 O 啦。有一点就两个 O 无对，有一点就两个 O 是对，但是呢，有一点伫遮刻一点，其实加刻嘛，你无刻一点嘛是安尼读啊。嘿，我知。但是我要查册的时阵，爱会记你。毋是你知影我意思无？你知影我意思是讲你 MOH 甲 MOO 甲 O 一点的 H， 伫遮拢读法拢是安尼，拢是摸。对。无可能读摸啦吼，因为 MOH。
知奇怪，我知。我第一道看到讲头前有一点的，我是倒位记毋着哈。你若看大日店遮就无一点啊。哦，你看会到嘛吼？所以倒边遐看袂着，因为你有放大。有即马有看你到。看，伊就直接写 MOH 我看到。对，这足奇怪啊！我靠，为什么我咧早就无？所以我是毋是我嘛爱用 MOH 去早？嘛是无啊，所以我毋知伊个资料到底倒位出问题哦。那即个查询的方式，我明明就拍 MOH 查无，啊，看即个。可能是伊家己的问题。毋知，迄不管吼。我用汉字查一个啊，甘字典。嘛是 MOH 吼，我认为是无必要拍一点啦吼，啊当然拍一点就爱，就数理化变 MOH 啊吼，伊拍一点加拍的嘛，无必要。你写 MOH 甲写 MO 一点 H 吼，会读法是一模一样啦，因为你即个音无可能读做，因为你若无一点读做嘛吼。若一点是读做 O， 啊无一点是 但是 H 就变无，台语无即个音啦，台语敢若某嘿，有即个音无啦吼。或者是讲所有的促音、所有的入声字吼，拢是 O 啦，无迄个的音啦吼。好。所以，这是一种某吼，这无啥物好解释咯，一个名词，一个某，一个某吼。MOH 第8声、第4声拢会使啦吼。看这个大日大书店吼，拄则毋是大日大书店。对，我是用汉字去查吼，汉字去查。四条的叫做某，这是假音吼，读做某吼，所以四条的读做某。譬如讲，善人某伫壁里，善人就是解扣，善人你知失忆啊吼，善人啊某伫壁里，用即个某，但是用这汉字感觉怪怪吼，某伫壁里，但是音是对啦吼。某伫壁里，就是某喺壁吼，所以有一种人讲某壁鬼，你捌听过某壁鬼？某壁鬼，较早讲某壁鬼就是某伫壁的鬼吼，就是吸条的吼，吸条伫壁吼，某伫壁边伫偷看吼，某伫壁边，所以即个动作某伫壁边吼，用即个某咧吼，即个台语动词就是遮尔多吼。看了一种情形，学一项吼。某，这句什么意思？我看无吼。某我的尻川什么意思？我看无吼。石头，第二个讲某，第二个某就大家都较接用吼，就是讲双手抱物件叫做某吼。即个某拢毋是咧名词的某，这拢动词嘛，这个动词，这嘛动词嘛吼。所以这个用这个汉字，我感觉是怪怪的吼。第二个双手抱物件，这个例句石头冒起来吼，冒石头吼。冒起冒倒，这我都毋捌听人讲吼。冒起冒倒意思讲冒起来，佮冒佮囥落安尼啦吼。第三个意思是消风耐落去就是冒。这开始嘛对。无看拢袂记吼，消风耐落去就是冒吼，消风耐落去知啦吼。譬如讲巴肚枵甲冒，巴肚枵甲冒吼，这是呢冒落去，人规个冒落去吼，生理冒落去吼，规个消去就对啦吼，冒落去。所以是消风耐落去，迄种感觉就叫做
叫做毛吼。啊，即拢含咱即马用的即个毛无共意思啦吼。咱即马即个毛是哦，软皮一定薄薄的皮啦吼。鱼空毛吼，蝶毛就是蝶仔的蝶讲内底有一层毛吼。绿土豆毛吼，土豆就是土豆吼，花生仁吼，土豆仁外口一层毛嘛，薄薄的毛吼，这就是毛。好，其他的莫看吼，就是毛。啊，所以即个一层毛吼，即第八声啊，一层毛包得亲像落地啊，地吼，落地啊。落地啊！我本来想讲落地啊，就是衫的衣服裤带吼，衫底啊，但是看起来毋若敢若是毋若是敢若是衫底啊的意思吼。落地，落地，为虾米无？落地第七声，对，我拍第七声对啊。落地，哪会阁无？我用找台语查一下吼，落地。台语大字典有啊，落地啊有啥物？我即马查阁无，怪吼。无过世吼，就是写一个汉字讲，有啦，日本过世是 pocket 嘛吼，卡库西 pocket。看者，伊当阵有 pocket 啊，这 pocket 是有可能，迄当阵因已经有咧用着英语啊吼。落地啊，吼，卡库西，小等下，将来毋捌学过即个音，卡库西，汉字是安尼写吼，或者是安尼。对。卡库西。hiding concealing 无落pocket 吼，开始有啦吼，有 pocket 的意思吼。所以叫 pocket 吼。所以落地啊，毋若是干那衫的地，然后我一直拢想讲落地啊是指衫还是裤内底地啊吼，看起来是所有的 pocket 拢会使啦吼。金をポケットに入れて钱倒伫落地啊，吼，钱摕伫落地啊，吼，应该是安尼讲，钱摕伫落地啊。但是我毋知影 pocket 敢有其他的意思，还是干那只有衫的 pocket？ 因为，等下吼，我查看觅啊。按变成你查英文，这敢有需要？看觅啊。POC a small pouch inside a garment for carrying small articles。所以 pocket 真正就是衫还是裤内底则会袋啊，嘿，则叫做落袋啊，吼。所以安尼无毋对啦，我理解是对的吼。A pocket is a kind of pouch that sew into your clothes， 吼。所以安尼对。OK， 所以落袋啊是你衫还是裤的袋啊？啊，所以伫即只讲有一层咱人的心有一层膜包得亲像落袋啊。地吼，OK， 10:23分。哇，我今仔日就是即段较长的时间。好，过来继续读落吼。人的血管若逼你，人的血管若逼你，互血流出来，不论伫身躯内还是身躯外，迄个血常常有分两样。
一样是较厚幽原红色的，一样是较薄，亲像水亲像水的啥？第四页，亲像水的款吼。好，来即段我搁甲读吼。人的血管若壁里就是裂开啦吼，裂开吼，壁里互血流出来吼。不论伫身躯内还是身躯外吼，就是你内出血，还是外身体外口会出血吼。迄个血腔口，阮是讲血啦吼，所以我拢管是讲血。迄个血常常有分两样吼，血有两种，血不管你是身躯内还是身躯外流出来血，吼，一样是较厚，就是较厚。台语的厚就是华语讲的浓厚吼，浓。吼，台语用厚用 thick 吼来表达浓吼。咱来看一下厚。这里应该有啊吧？好厚，我毋知为虾米有诶字查无吼。但你大字典吼有受厚即个，厚面皮厚诶厚形，但是伊就无迄个浓厚诶意思。厚瓦菜，厚薄，厚嘟嘟，厚面皮，有啊，我有听过讲什物咖啡啉到遮厚。对。对。我看倒有安尼解说 ，KAU 第7吼。我是倒位查无毋对啊？为虾米？这只大理大词典有收一条酒、粉等等真强，或者是物件、物质吼，拢叫做厚。就是我拄则讲农嘛吼，农民就是厚吼，啊是讲繁杂周到麻烦嘛是厚吼。1932年大理大词典啊，为什么我伫遮查无？我感觉今仔日怪怪呢。我查去监字典去啊，歹势。监字典我收喺后壁好，较袂去。大理大词典。安尼我知影拄则为什么查无，因为我直接用监字典去查。好，厚酒粉等等真强吼。咱来看例句啦吼，厚薄厚面皮吼，厚嘟嘟吼，即拄则即个监字典的例句拢摕来用啊吼。第3是厚粉吼，第4是物件足物质嘛，比如讲蠓仔足厚，赤鸟也真厚吼，这嘛是厚，爱用厚啦吼。你讲蠓仔足厚。蠓仔真多，当然大家嘛知影意思，但是蠓仔足厚吼，就是台语的表达的方式吼，即华语无的吼。华语袂讲蚊子很厚嘛，袂讲鸟很厚吼，袂安尼讲。但是即个厚伫台语就当安尼用吼。鱼翅真厚，鱼翅真厚就是足捌的，鱼翅足多啦吼。厚擦吼，盐官府出厚擦，盐官府出厚擦就是足多擦吼。你官府管足严，颠倒擦足多吼，盐官府出厚擦，即个厚擦即个厚字。第5个意思是繁杂周到麻烦，厚礼数吼，厚事路，厚工吼，厚礼数、厚工拢绝对是即马人佫定定听着吼，就是迄个繁杂周到麻烦吼。
好，所以台语的高比华语的高吼，更加意思更加丰富吼。OK。哎哟，我毋知影个人个，咱一寡老朋友都拢转来，我无注意看。嘿，好，我冇甲 invite。OK 好，这段我过来读一下吼。人的血管若逼你互血流出来，不论伫身躯内还是身躯外，迄个血常常有分两样，一样是较厚吼，拄则讲的吼 ，thick 吼，或者是浓密吼，油原红色的吼，较厚油原是红色，一样是较薄吼，这只薄吼，就是较无遐尼 thick 吼。即个薄英语要安怎讲？即个是物件，亲像水的款吼。我来解一下即只 link。这 link 我来解一下吼。我一直袂记甲大家讲，其实我即个 link 是对的，我即个对对来呢是有一个网站叫做台语文记忆、台语文记忆吼。所以你嘛会当对台湾迄个网站吼，台语文记啊，家己去找教会公报，就会当找到我即马写出来即个 link 吼。好，我换新的第后一页吼，第4页吼，有诶血较薄，亲像水的款。10:40。咱继续读落吼，反转。血管若无逼你，虽然人死，伊的血无亲像安尼，犹原是一样若定，袂会袂坚重。即个坚第5声要哪变调？比如讲好，所以这也是坚重，好坚重，但是坚重毋是我所理解的读法啦，阮是读做坚重第一声，我来查一下这个坚重什么意思 ？KIAN 第5声。重 TANG 第3声，真正是坚重所以是阮自细汉就拢因拢讲走逝去吼，拢讲坚重吼，坚重吼。173253转第3声，第5声转第3声吼。173253。台语的变调吼有2种变法啦吼，无共腔口的变法，一种是漳州腔的变调，一种是泉州腔的变调。我定定咧背173253应该是泉州腔啦吼。另外，迄个漳州腔的口诀是啥物？1732，我一时也袂记，歹势。我想着才知啦吼，这无重要。足重要，但是不要紧，就是你伫遮知影讲。第5调吼，伫泉州腔变做第3调安尼吼，坚重。坚重就是结重吼，肉汤坚重吼。肉汤汤本来是水嘛吼，坚重就变做敢若布丁嘛，敢若布林安尼，迄叫做坚重吼。肺嘛会坚重吼，肺你伫个菜市仔买看猪肺就知影吼，迄猪坚重，就敢若布丁安尼会准好无？伊讲即只讲，反正血管若无逼你，虽然人死，伊的血无亲像安尼，犹原是一样若定，袂会坚重。人死血袂坚重，我真正看无你讲啥呢？我毋知这是
医学专门的，写安尼写安尼我看无，人死肺袂健达吼。OK， 好，来后一段，我一直到遮也袂，伊也袂讲耶稣是安怎死的吼，咱搁继续看来。人有时大烦恼、大受气、大快乐，去激着心吼，就是人有时心迄个情绪变化太大，去激着心，心会噗噗跳，人愤气吼，心会噗噗跳，人会愤气吼。有时会滴到死吼，有时会因为安尼滴到死，就是因为会互伊的心逼迫吼，会互伊的心逼迫。拄则伊就学着一个叫做逼力吼，迄 PIAK 吼，逼力，这才是逼迫吼。逼是台语的讲crack 吼，叫做逼。咱来看一下逼这个词啦吼。每一个动词总是爱学一个，因为足侪无共的用法。伊读本调是逼吼逼，物件爆炸声是逼吼。譬如讲例句，竹仔烧一个较逼一个，玻璃逼一个就破去吼。歹势，这应该是逼一个。白话字的写法就是安尼吼，就是咱台语有一种发音的方式，就是譬如讲米时甲米时，你若写汉字，就是米时米时拢写做明时吼，拢是共写法，但是读出来音袂使读无两种无共吼，米时甲米时吼，或者是哇，一时仔要想煞想袂出来吼。对，咱顶下咱前两工有读过吼，准年吼，就是你有时仔会甲迄个头前迄个音读本调无变调，后壁读轻声吼，准年吼，就是即种读法吼，准年或者是米时吼，即种的读法就是要强调头前迄字吼，就是重点放伫头前迄字吼。米时就是米嘛吼，准年就是准即字，当然我毋知准年强调迄个准是啥物意思吼，就是你若安尼读法的，就是要强调头前，所以头前着保持本调，后壁读轻声。伫白话字的写法就是中个用两个即个hyphen甲分开吼，后壁着读轻声。伊就是相款安尼写吼，写两个hyphen，所以变成讲竹啊烧一个甲。逼爱读本调吼，读者读本调，逼一个吼，玻璃逼一个，后壁是轻声吼，玻璃逼一个就破去吼，逼一个逼开吼，这拢是拄则迄个逼吼，爆炸声，或者是拍出声嘛，叫做逼吼，逼喙皮，逼喙皮吼，甲人拍喙皮，逼喙皮。伊若无迄个逼开的迄个意思，伊这只有例句逼开，但是这规说无逼开，迄个词典有时仔足奇怪吼。迄个大理大词典有时仔足奇怪的，譬如讲，逼即个字参考另外一个字，结果你现迄个字出来，讲叫你参考即个字吼，迄个无穷回路啦吼 ，endless loop 安尼。这大理大词典有时发生这种代志啊！我有时看一个人讲嘢，我都毋知影意思，结果叫我去现迄边，你叫我看一遍哦。OK， 好，咱转来看文本吼。
拄则主要是学迄个壁字嘛，但是即只壁无解，伊无讲迄个壁理的意思吼，颠倒拢是啥物爆炸的声啦，还是讲都共拍出声吼，即种声音的形容声的用法吼。我即摆要查是咱来查，因为做台语看有其他的词典的用法吼 ，PIAK 第8声。甘为人，就是拄则讲甘字典吼，将钱射着米的声，就是壁吼，壁吼，这拢是声音嘛吼，拄则这嘛是拢声音。为什么拢无呢？我查一个第4声，是毋是收伫第4声假音的壁？用油去煎叫做壁吼。哦，有食吼，壁开，心肝要壁开。哦，当然因为刻伫头前，我著爱变调，变做读做第8声，但是伊本调是第4声，所以迄个你开 crack 吼，应该是第4声啦吼。含即个用油去煎相款意思吼，相款的第4声吼，所以就是拢是第4声。台湾语常用语类吼，就是有收即个油去煎的壁，油去煎的壁，甲迄个壁开的壁吼，蜡纸壁开吼，对啊，所以我来查，但是台语大词典敢有即个壁？台语大词典有台语大词典嘛是相款吼，就是 OK， 所以即个文本吼，教会公布吼，应该是算拍毋对啦吼，伊无应该拍第8声吼，壁伊嘛是第4声歹势，伊是第4声啦吼，所以自头解是我毋对吼，第4声吼，所以壁开 crack 是第4声吼 ，crack 是第4声。毋管是壁里还是壁破吼，拢是第4声吼。今仔日开遮侪时间学即个歹势吼，安尼大家会记吼。壁第8声是迄个声音形容声音，壁第4声是讲迄个 crack 迄个裂开吼。心若壁破，血就流出来。所以即只你看相看吼，流出来吼，本来是流出来吼，但是流出来，流出来是你若干若一个海分是读做流出来吼，后壁是本调来，但是呢，因为两个即个带训两个海分符合，流出来流出来吼，流出来，所以重点就是出吼，流出就是流出迄个出，来就是若干若语母的一个助词安尼尔吼，你轻轻发音就好啊吼。流出来吼，心若壁破，血就流出来吼。这就是你会晓写即种轻声的符号吼。有时因你人讲的时阵会讲轻声的时阵，你就要用轻声去飘出来吼。心若壁破，血就流出来。伫迄个包心膜呢吼，心若壁破，血就流出来。伫迄个包心膜呢，留伫个即个，因为外口佫一层膜包掉的嘛吼。伫遐的确分做所讲迄两样吼，就是红色的甲定青的吼，就是红色的甲定青甲较水的吼，较薄的吼，也通讲血甲水吼，就是讲拄则讲红色的甲定青的，就是讲一种是血，一种是水吼，有时。医生有将迄号款式死的人，甲伊挂看卖的，甲伊挂看卖的，就看见迄个膜的内面有两三斤重，迄号血甲水，真正假安尼。一个心嘛，一粒仔囝差不多拳头母尔，内底会当揢两三斤重的迄个膜，迄条膜会使揢2-3斤重的血吼。
好10:24，敢有啥物问题？我看嘛，我搁读一段吼，看到遮也毋知伊讲耶稣安怎死吼，讲到遮长吼。新约讲耶稣死了，有一个兵用枪插耶稣的胸壳。我毋捌听人安尼讲，所以我毋知要安怎念吼。胸壳，敢是迄个枪仔尾有入瓦伫耶稣的心。新约也讲，血甲水拢流出来吼。约翰福音第19章340，你有兴趣你来现看嘛吼。照顶面所讲的情由来看，有学问的人将安尼吹出耶稣的死，是为着伊的心逼迫。OK， 好，咱伫遮吼，甲即个答案甲你讲吼。讲对即个经文看起来吼，推测个就是因为耶稣的心逼迫吼。哇，逼迫！一般心会逼迫嘛？我是毋知啦，因为即我外行吼。咱知影心会塌掉的吼，就是心脏病，一般是讲心去互塌掉的吼，去互迄啥物较高的油塌掉的吼。好，或者是。心脏规个麻痹去，无法度跳吼。但是心脏的逼迫，这个我着今日才知吼。好，即段我搁读一个吼，25分我即段搁读一个。新约讲耶稣死了，有一个兵用枪插耶稣的胸壳。OK， 这是根据四本福音书所记载吼，耶稣死的时阵，死了后，迄个。是死了还是死之前？就是迄个有一个兵吼，摕一支枪，枪就是枪吼。当然，即古早枪是指头前有一支尖尖的迄叫做枪吼，插耶稣的即个胸壳。胸壳是我伫遮看着，我袂记咧巴克咧版本是安怎写吼。啊，你若看和合本是写讲伊的，敢若是腋下遮吼。就是规人空去即个位啊吼，即腹股啊，毋是规人空啊吼。啊，所以足挖困心吼。旁边。嘿，对，就是遐。你或者是你若去博物馆内底吼，足侪西方的即个美术绘图啦吼，足侪即种故事的图内底有耶稣有迄边摕迄个枪插耶稣的迄个画面吼，有诶绘出来吼，会人看。OK， 啊，所以因为摕迄个枪甲插嘛吼，啊，所以就是又讲伊个血甲水拢流出来吼。我甲读落吼，敢若是迄个枪仔尾有入瓦伫耶稣的心吼，可能是因为迄个枪仔尾去入瓦应该是接近的意思尔吼。我毋知是为虾米讲用入瓦，因为你若真正要插破才有法度嘛。可能入瓦就去甲迄个迄顶膜包膜甲挂破去吼，所以。新约也讲，血甲水吼拢流出来吼，所以因为你包膜挂破，血甲水就流出来吼。就约翰福音19章340节吼，照顶面所讲的情由吼，情由就是情形啦吼，情由就是情形啊因由吼来看，有学问的人将安尼吹出哦，从安尼来吹杀出讲耶稣的死是为着伊的心逼迫。好，28分读到遮，敢有问题要问？还是拄则有啥物倒一字无解释着，无讲着，恁感觉想要知影意思的，拢会使问吼。好，甲大家招呼一下吼。巴比 Jeremy 雷亚KW95，我袂记伊的名，歹势，还要加重影。哈，叫啥？哦，康尼。哦，康尼 ，OK。康尼对。欢迎你吼！我定下看到你的名啦，但是我是讲我定下看到你的迄个 account name。我
马文兄入来，但是我已经要收单咧。收单。嘿啊，迄个Daniel Lee 吼，欢迎恁入来，但是要收单咧。敢有恁入来敢要甲大家招呼？迄个嘉江兄吼，我今仔日才注意到你入来吼，我甲你invite下，你有敢要讲几句话？我拢甲你invite入来好啦，拢放麦互恁，看要讲几句话无？若有欢迎恁吼。免客气啊。嘿，做恁免客气，嘿，因为我要收单，你毋讲话我就收单。啊，较民俗一寡。好，啊，芭比敢有啥物心得？歹势，今仔日读的拢看敢若较无聊的感觉。逐回拢足侪，阮拄则迄狗迄抓着，找足侪字词，足趣味啊。哦，啊，我若是感觉趣味的，我拢伫边仔有做记录起来。嘿，因为有当阵若是搁听回放的时阵安尼，会使搁看着迄重点的经历安尼。哦，拄则讲即个协下，袂记得查吼，我来查一下看觅，啥物叫协下？好啊。协下，我伫倒？哦，协下，歹势，毋是下，伊叫做兴下啦吼，兴下，我今仔日才听过吼，兴下。当然兴咱一听就知影兴是啥物啦吼，兴就是兴坎，吼，华语叫做胸吼，兴下 ，H-A-H 下，第8声。兴下，吼，兴下是胸部吼，就是这个胸坎这只边仔骨这只吼，兴下，我看一下这个日文原文的过水是安怎写？兴情安来无兴下？兴下哦，这。相款伊写兴邦吼，木内吼，木奈达，或者是丘卡古，好，无伊无特别写啥物啦，吼，就是兴坎遮啦吼。是毋是有特别啥物部位？我无介清楚，因为敢若写胸板吼，所以我毋知影是毋是有其他啥物部位，因为兴坎或者是木内就是规个兴坎遮嘛吼。好，伊叫做兴下，我是毋捌听人安尼讲啦吼，兴坎定来听人安尼讲啦吼，兴下毋捌啦吼。咱来看一下兴坎，应该是讲来查一下兴字，是相关联的兴字。我应该用汉字来查吼，较袂甲其他兴字拢查入来，安尼 ，OK， 胸吼就是胸部嘛吼，胸部，胸前吼，三个胸坎的部分，胸前，胸座吼，所以足侪胸的讲法，其实咱拢袂晓的吼。胸座嘛是胸部吼，胸座咧疼，胸下就是咱拄则迄个文本内底用着吼，胸下就是相关是胸部吼，胸结。吼，嘛是胸坎吼，即咱定下听会着吼。啥物顶八卦吼，啥着顶八卦吼，胸坎结吼，胸坎骨吼，胸骨吼。对我讲胸结嘛是胸部，胸坎结嘛是胸部吼，胸坎门胸坎膜胸吼，胸中、胸怀、胸中，好。拄则我有讲一个词叫做顶八卦，咱看这只杂物吼 ，TNG 顶八 PAK 第8声吼，我用我要卡吼，我无八第4声才对，嘛无。即个词是较早伫咧替武文公山学着咧，结果无，无就是我记毋着啦吼。
有啦，顶北吼，搁大理大树顶，我到底是倒位搁写毋对呢？顶北，为虾米搁无？顶北对啊。敢讲我因为我拍外卡，真正因为我拍外卡都无吼。顶北就是北岛的顶面的部分吼，较外形较遮啦吼，等于伊个应该佫是算北迄个北啦吼，算腹部啦吼，算你的北岛啦吼。顶这是顶北，啊顶北挂佫较起哩吼，北挂就是顶北挂在顶头嘛吼，挂就是嵌伫顶头啊，顶北挂。可能我听安尼讲是讲感觉是胸孔的意思，但是因为无即个规矩伫遮，我嘛毋敢讲是安尼啦。啊，知影的人你当甲我补充啦吼。好，安尼今仔我超过4分钟啊。若无要补充，无人要甲我呛声，咱今仔就到遮吼。好，安尼多谢各位来甲我约捧场啦。好，到遮。多谢款。好，我来关房。多谢大家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再会。